在我們的生活中，面對自己的錯誤是一項艱難的挑戰。當耶穌面對文士和法利賽人時，他的真理顯明了他們的驕傲與罪行。這時他們只能選擇逃避，因為沒有任何辯解能夠抵擋住真理的光芒。耶穌用非口頭的方式寫下每個人的罪，這行為讓在場的所有人無法逃避內心的審判。這種智慧使他們直面自己的良知，讓他們知道任何指控都是毫無根據的。在那一刻，我們看到不分年齡的每一個人都被自己的良知所控告，從最年長到最年輕，他們都無法忍受這份羞愧而離開。這告訴我們，無論我們的年齡或地位如何，面對自己的錯誤都是必要的。當這些人逃避了，剩下的婦人卻仍然自信地站在耶穌面前。這是一個悔改的機會，而不是被控訴的時刻。透過悔改，我們有機會從心中的黑暗走向光明，經歷耶穌帶來的赦免與重生。這個故事提醒着我們，常常我們對別人的指責，可能恰恰是我們內心的不安與罪行的反射。在這個過程中，我們應反思自己，學習到謙虛與愛的力量。只有這樣，才能真正走向心靈的自由和救贖之路。